春风来来去去，土草发香。抱怨暗暗空空，看无见面容。多来也蒙蒙，意思也蒙蒙。但春发扬，空对梦。春意停停落落，银色天空。水点走走空空，流过数字棚。多来也匆匆，一丝也匆匆，留下的痕迹犹原样伴奏。很记得色糖果，风天水里走相约，将条无歇困的歌曲，喊你也听听来唱，年华落水的歌，也景色汹涌上冲，你敢有看到？很想用目光来交换，相信你会苏信用，爱梦。痛死了！早知道就不要喝这么多。那个潘香袋简直就是个酒桶，怎么喝也喝不醉。怎么办？早知道就跟琼英说实话，让他有心理准备。他一定觉得我故意在骗他。想这么多干嘛？跟他解释清楚就好了嘛。女人嘛，2、3句哄一哄就搞定了。小舅，你帮我去他家，看他现在过得怎样，好不好？吼，我不要哦。他老爸昨天肯定发飙哎，你要我去送死哦？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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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那 Suzuki 桑昨天才跟我说要投资我拍电影，我可不能找死。可是如果我去的话，他爸一定会更生气的啦。那不然你叫小童去啊，女孩子应该不会被打，比较安全。小童要月考了，万一他考不好，一定要有理由说是我害的。小舅，你帮帮我吧。不要。哎呦！你是不是有生眼睛啊你？你才不长凶呢！我今天是要找那个林家佑，要不然我就跟你算账。林家佑啊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爸爸是不是就是人家在外面讲说是我们玉兰号杀手的那个令嫂？你这个骗子你啊！我不是不说，我是没有机会说。而且我爸是我爸，我是我。你讲得极轻松嘞！你知不知道我们陈家已经刮台风了？要怎样善后我还不知道嘞。姑姑、小舅，你们帮我想点点子，我已经够乱了。姐夫不是说要你把陈琼英从周世民手上抢过来，那你就放马大胆抢啊！哎，你爸真的有讲过这样哦？吼！我要去告他强盗哦，山贼才抢东西啦，笑死人了！那沈黎用穷哎，老婆也用抢的哦。你讲话小心一点，注意一点啊你！我姐夫可是正正当当的生意人啊，我山贼不山贼啊你！哦，原来你们一点主意都没有哦，难怪说要用什么抢的。哼！这件事情如果要解决哦，就只有等琼英嫁给周世民就平静了。可是阿婆不是答应琼英，如果她的茶艺馆可以经营成功，就不必嫁给周世民了。哎呦，就算不嫁给周世民，也不一定嫁给你啊。为什么？唉，
我们客家人哦是很实在的，最痛恨人家那种山贼哦，什么都用抢的。哎呦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山贼啊最不爱抢客家庄，因为结果没干菜。哎，瞎管，我走了，不要理你。姑，我知道琼英现在已经不好受，麻烦你帮我把这封信交给她。哎呦，我是长得很像邮差哦，还帮你送信。我也只能靠你了。哎，哎，你干什么？拿着不要碰我啊你！我为什么要拿这个东西啊？你莫名其妙！哎，你干嘛？去送信。你很讨厌，你碰我，气死我了你！39度半呢。我已经回绝跟铃木的合作计划。你帮我送10斤最好的茶叶给他，带回日本当伴手礼。你放心，我已经派人送过去了。哎，你生病了，今天在家休息1天吧。不行，我得赶去台北一趟，后天回来。那我收拾一下陪你去啊。不用了。你在发烧哎，我怎么放心让你一个人去台北啊？我这一路走来牛是叫的，我只要能动，就不能放我的生意不管。人又不是铁打的，生病了就要休息，逞什么能呢？不是真的，是自我要求。哎，坐下。好，能不能听我的？一次就好。今天在家里休息，我去请医生。不看医生，好，不看医生。不吃药。这不行啊，生病了哪能不吃药的？我帮你买药去啊。那天我在路上，好像听见有人在叫秋贝这名字。大概是我听错了，我这个人啊，对台湾话就少根筋。我抓药去啊。花1年的时间去城内趁钱，回来带你。袂见笑，啥物价值啊？啊你无叫我，要叫我啥？啊，庄仔内遐尼侪少年人，我是安怎一定要叫你？因为你无可能搁找到一个比我搁较疼惜你的。你要等我哦。相信已千错会重来，遗忘。我给你有大米肠啊。嘿，冰雕，你今日食大面啊？切一罐小菜好不好？唔免啊。你逐顿都食遮生，遮强着安尼，啊减仔侪钱要创啥？你等来娶某啊？看你规年通天做假呢，也无歇我一工假吼，啊，你朋友对人走咧。头家娘，你头安尼讲啦，人足纯情的呢。你知影哦，我即马欠妹妹省钱吼，拢是为着要娶伊呢。来，念面。哦。好。
伊讲伊会等我啦。好，再见。嘿，没了。哦亮，真久无看呢。哎呀，我听讲你走都市赚大钱哦。无来去做工尔。哎，今日是安那？两个拢穿只ผ้，要倒？要让车要啉喜酒啊！啉喜酒？啥物结婚？你等家大囝咧办喜事。哦，我知，日本留学转来迄个嘛。嘿啊，人斯文讲话真有礼貌迄个。嘿，对。哦，嘿，伊要带啥？你唔知啊？伊当下要带那班地工迄个红树柜啊！都是红树柜。啊，就住咧隔壁村迄个洪医生的第二查某囝洪秋桂啊。唔知，办甲足青草的咧，我要玩食汤海的咧。嘿啊，听讲迄水姑娘满地有哦，要去遐做看家呢。伊足水的。你穿新娘衫，实在足水的。你哪即马才回来？伊有爱你无？这几年来，你咱拢无消无息。伊敢有比我更加疼惜你？林中，你莫安尼啦，互人发现，咱就害啊！是你讲你要等我？你听我讲，你既然答应我要嫁我，就袂用嫁别人。行。林中，你较冷静的，你莫安尼啦。我已经欠有够钱，要倒来带你，你啥都莫等我。是等下迄个吗？你叫我要安怎？你叫我要安怎？你要赚钱是无？你这么爱钱是无？钱，我有钱啊，互你啊，你拢摕去，摕去，只要你拢摕去。你莫安尼好无？今年我阿母过世，是大家替我办的好事。弟弟妹妹读书爱钱啊，出差的钱嘛是大家替阮出的。我阿爸他回去袂当做事，我是大家替阮斗相共尔。既然你这么需要斗相共，是安那无甲我开嘴？你在码头做事，遐尼啊辛苦，我哪忍心用你的钱呢？所以你甘愿放杀我，去开别人的钱，是无？林中，我是不得已。
对我走。明朝，你莫安尼，袂负我啦。只要你还袂注册，都要过一户。等到有摆好起来，才来甲你下失恋。我拜托你，我无法度，甲阮厝内的人放屎，就安尼对你走。我嘛会当带伊做伙行。明朝，我拜托你，甲我放袂记好无？我拜托你。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，拜托你莫放手我，好不好？对，你莫安尼啦，你紧走，紧走，我拜托你，你紧走，我不，紧走。几啊？用的咯。几啊无洗哈？你唔加洗下咯？有按头家事情，所以唔落家啦。你上啊？不过又较好。有啦，有去看机，又较好咧。迄本机出去试做咧。安讲啦，无想很多啦。后尾去讲法就按用因，我插去啦。哦，是啦。讲总裁啊，来对讲，来对讲。阿妹，来讲。叔叔去上吼，派人来讲，为老爷你签约，下次下面你准备好哈。真劲的哦，按用安尼个做茶素，就做在做茶咧。哎呀，我就讲咩，从在老自从啊，留学日本的，对付日本的客户啊，冇问题哦。哦，嘿啦，了要感谢市民家爸嘛，伊天数真大啦。系对啦，那会做啦。因为哦，不只会做生意，还会结亲戚咯。啊妹，佮唔免答应像因讲，佮茶艺馆做得好，就分伊一家家庭啊。哎呀，生意的话，唔是变到心肝肚，开完个茶艺馆，很简单哦。哦，将生意才搞，搞一搞就做会上去嘛。毋过阿妹，还款像因当认真哦，逐日去研究用个泡茶，用茶做点心呢。西门个幸福啊，就嫁到伊个吼油菜挑个好老公啦，啊像你啦，你也无嫁过从在，那有好意的讲啊。方总，方总做事啦。哎呦，做啦。呀，你阿叫爸来，按睇个比方，你做一行啊，才要做呢，本来木可不啊，哈。阿妹，不过也好哦，那不可给身体动用，做唔得不啦。迄个没有去签约，我自家去的啦。来去就好咧，来去就好啦。先生，我用来考一下诶，有冇介东西係有生嘅你做唔得事嘅？哦，那咱试试啦哈。老板，我女儿来月事的时候都会痛经，要怎么办啊？那咱讲，那老姨也该约个7号，咱咱讲安尼好冇？谢谢。想啊，吼，想错呀，嘿。啊，你女儿多大啦？我女儿念高中了，明年就要考大学了。我女儿那个时候哦也是这样啦，她每个月来都痛得哇哇叫，
我就点素包给伊食，很有效哦。我女儿很搞怪的，这不吃那不喝的，叫她别吃冰的，她偏爱。可是只要一吃冰的，月事来就疼得在床上打滚了。哎呦，你要跟你女儿说，不可以吃冰的。女孩子就是要补啦。要是感觉吃食物太苦了，可以加一些鸡肉还是排骨，这样很好哦。太好了，我回去试试。你女儿多大了？我女儿哦，她高中毕业啦，都可以嫁人了。看不出来你女儿这么大嘞。你才看不出来。哪里啊？我没公公也没婆婆，不然啊，咱们这北方人的脾气，不回个几句我也忍不下去。不行不行呐，我婆婆她真的很强势，你哪些应最应急她一定会给你扒下去。这么凶啊？那你老公呢？他不给你出气啊？你不了解客家男人呐，他们在家都给阿梅宠坏了，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是大男人。我先啊，就是因为小时候在客家村长大，所以啊，是个标准的大男人。你先生不是外省人哦？他是本省人。我觉得啊，客家男人跟本省男人一样呐，都是受日本教育影响。其实他们不是那么大男人呐。可是我听说外省男人很疼老婆，而且嘴巴很甜哦。没错，我们家乡的女人啊，叫老公往东边走，她就不敢往西走。那么凶哦？没办法，北方的气候严寒，不强悍点，怎么跟老天爷抢饭吃啊？说的也是，真奇怪，我们才第一次见面就那么有话聊哎。是啊。对了，我以前怎么没有见过你？我刚搬来。来做生意吗？哎，我先工作调来这，我就跟着一块来了。是这样哦，难怪我以前都没有见过你啦。不过你放心，这个地方很好，空气又清新，然后又清静，是没有大医院比较不方便啦。我那个日本媳妇身体不好，我就还了。哎，你好像担心的事很多啊。对啊，你不要看我们两个只有差几岁哦。如果我们一起走出去，人家看到我们，一定会觉得我是你的阿布。才不是这样的呢，你只是没打扮而已。其实你的五官啊，非常的漂亮。谢谢啦。可是，在这种真咖收宅没有人会打扮呐，因为大家都认识你啊。你如果真碎碎，大家会问说，你是不是要去吃喜酒？这是蜜丝佛头的口红，我托人专程从美国带回来的，我只用过一次，送给你。哎呦，拍谁啦？不好意思收你的东西，不用啦。收下，我太美了，我家里最不缺的呢，就是这些化妆品、保养品的。改天我再带些送给你。谢谢啦。啊，可是我不知道要送你什么呢。这样吧，你请我喝汽水呀。哎呦，喝汽水这是小钱，太小气了啦。啊，要不我改天请你吃梅干扣肉。好啊，我还没吃过道地的客家菜呢。客家菜我们每天都在吃啦。哎，时候不早了，我要赶快回去做晚饭，要不我婆婆会骂我啦。拍谁你好像很怕你婆婆。怕呀，当然怕，可是又能怎样？我跟你说，我也不可以诅咒她生病啊。你那是破病，一样是我照顾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这话别让你婆婆听见，否则啊，她准气个半死。上好是去游戏啦，都唔通伫遐半死唔食啊！呸！乌鸦嘴啊！拍谁我
这样乱讲话会有报应啊！哎呦，对，我先走了啦。难怪你老公这么疼你。什么？你身上有股女人的天真气息，单纯直接，是男人需要的。我觉得哈，你老公才真的幸福啦，有你那么有气质又漂亮的老婆。好啦，我们2个妈妈级的美女，别在这互夸取暖了，大家还是回去好好伺候老公，免得他们去看年轻女生。好啦，这件代志哈，我不担心，我老公很乖。好啦，我先走了，哈，下次见。再见。社好忙啦。阿妹啊，这人家有个试衣奖呢，无按简单啊。就要下试衣奖啊，叫因菜死了，不会骗酒呢。好啦，我们分手吧，妹，你看一下，我们做点么？哎，你这事哦，还创意些嘞，长丑啦，长有秋用啊。哎呦，阿妹啊，唔使上冲啊，叫因根本看唔出来哦。你也看唔出来，以前呐，一看就看出来。快下。好啦，唔好下歌啦。琼英，迄讲阿妹，琼英那看到遐新，基本用办啊。嘿啦，佢咩好男人啊？佢利用你哦，大家给你有来好一点哦。你有没有做的爱用？你有没有做的爱用啦？叫你哦，乖，我想好乖，叫阿婆，哎呦，你喏，不要唔记得就我嘞啊。阿婆，我唔甘愿啊！基本爱用嘅你，反正也好，我唔相信佢要寫信嘅本來嘅。其中爱用嘅人啦，做你可以做好吼。哎呀，嘿啊，唔通漏你眼，吃亏抽眼前，失恋嘛，跟他就好了呀。阿婆，佢先嘅啊，聽咗喺夾把鼻幾晒啦。你本來已經幾好冇啊？就算講有某個事情，冇去當面講清楚啊。佢講佢真經老心地都下強哦，我冇佢親口攏愛講啊。哎呦，你要按古證咯，佢咩真心嘅，你行你去看，做唔得。阿婆做唔得，俺孫哦，本人欺負，受委屈啦，啊！阿婆，聽阿婆嘅話，莫個叫你吼，同伊表唔記得。好，走啦，今晡我廿八號，老師是一場簽約，大家就一分去哦。莫本廿八號，看到伊冇做種種哦，佢會唔講，佢關心你一定冇機會識哦。哦，這些人你得得哦。阿婆做唔得啊，我嘅老萬嘅心嘅講嚟。哎呦，也看到會傷心咩？啊！真係嘅心啊！哦，本然，好，莫個叫你吼，阿婆要幫衫吼，等一下哦，你下來吼。
我吃饭了哈。小平啊，跟人讲哦。小婷嘛，出来了。跟人讲，我跟你。我个钱呐，哎呀，从小讲啊，有个男人哦，唔要好男人。阿妹，我总得按样讲啊。那唔是讲我爱你男人，就一定要好男人哦。亚嫂，阿哥老人公公爱你冇？还唔知啦。你收嘞。阿妹啊，还是讲正经的，你哦，我去打天涯，我看你暗尾做戏哦，你戏就做主角的。哦，还是为了求你好。今日唔要相邻吼，还有好讲。万一hen去哦，相邻，恁三个来，哎呦！阿妹啊，哎呦，也还加油写本强音咩？你按手就一懂大宋啦。为了亚国的面子。嘿啦嘿啦，你孙个幸福比唔过，你赖个面子啊。唔好个有诶无吼，开一个家吼，无爱变难啦。你要嫌我阿妹哦，你做个点点莫讲法。强音哦，我懂了解佢啦，佢冇人简单用因素咧。乃嘛意了解，因为你咪讲佢宠爱啊。嘿啊嘿啊，当上冲啊！你监督看佢很彩冇？你讲佢冇错监督哦？嫌你去就去，讲嘛个啰嗦。好啦。这比什么油啊？那叫苦。来，吃点蜂蜜就不苦了。你呀、什么苦都能吃，就是苦药不吃。我又没生病，吃什么药？没病怎么会下不了床啊？你哪会转啊？妈讲你破病，叫我回来给你看。小干掉你也袂死啊！呸呸呸！坏的不灵，好的灵，怎么老一出口为好话？哎，姐夫，听说Suzuki桑今天下午跟玉兰浩签约了。我知道。那天不是去酒家来Suzuki桑吗？这件事情我另有打算，你们就别管了。可是姐夫，这不是一笔小订单呢，如果就这样，林家佑，你这个胆小鬼，你给我出来！林家佑，你这个胆小鬼，你躲什么躲啊？有种就出来，讲清楚啊，林家佑！小英，阿展，去看看。好。阿成，不要打扰他们。姐，我去看看他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回来一定把过程一五一十的告诉你们，好不好？是啊，万一有什么事也有个照应。要让我们知道，嘉佑自然会说。姐，你难道不想立刻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？我当然想知道，不过我更想让嘉佑亲口跟我说。哦，我知道，这个就是婆媳心结。姐，
你担心嘉佑以后什么事情都不跟你说，只跟女朋友说，对不对呀？嗯。你呀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唉，我一直以为啊，像你这么精明能干又善解人意的女人，将来一定不会有婆媳问题。要不过，找我郎就是找我郎。哎，怎么连你都这么说我？我对嘉佑、小童啊，一向都是开放的心态，不管将来他们娶谁嫁谁，我都不会干涉，也不会过问，我都祝福他们。我就知道，你没有在学校宿舍里面，躲在家里就是在躲我，怕事。我没有躲你啊。做人就是要负责任，你这样不战而败算什么啊？我陈琼英不是非得要赖着你林嘉佑哦，可是做人的基本，你还是要知道啊。知道什么？态度。我可以在家里哭一哭就算了，可是做人的基本态度你必须要知道。做人，不管是在工作上、感情上，态度最重要。不是随便用一张纸、一句话带过就可以了。这样子太卑鄙了啦。哦。我说这么多，你只有一句哦。不可以说哦，也不可以说嗯。啊。还也不可以。这是我跟小朋友比赛歌曲，是你提议的民歌，很清新，很好听。林嘉佑，我说东你说西耶，你到底有没有听懂我说什么？对不起啊。我不要听对不起。那我很抱歉。对不起，跟我很抱歉不是一样吗？这个笨蛋！你有话不会亲口跟我说，为什么要叫姑姑帮你传信啊？我让你亲口把心里面的话告诉我。你说啊！你这个胆小鬼！你说啊！我不是胆小鬼。好。我说，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。林嘉佑，算我看错你了啦。琼英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解释清楚嘛。嘉佑惹上了陈家这么保守的家庭，我看代志无这么简单的解决了。感情这事要顺其自然，你越是想要摆布它，它越是变化无穷，让你摸不着。有时候啊，痴心跟执望只有一线之隔。就算真到了感情，知道了爱情的真相又怎么样？放不下的是心里的不甘心，还是对感情的执着？这一点啊很重要。姐，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话好有力道，好有感觉哦。再说一次好不好？我把它记下来，当成我剧本里的台词。琼英，你等一下。既然你已经表达你的抱歉，就没有什么好说的。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在气什么啊。我当然会生气啊！面对这样的情形，我实在没有办法像你一样那么无所谓。我没有无所谓啊，我不是请姑姑送信跟你说明了吗？好，谢谢你仁慈的说明。
哦，不客气。既然你已经说明清楚了，可以放开我了吗？阿妹，琼英的事情哦，我哪不帮你好死啦？伊迄物阿舅啊，伊在学，也做毋得对营养班啊。你讲哦，你最近琼英的高兴，你就第一期一天要问到底，你有把海外老人家有个新人放提去啊？俺想要看见啊，有嘛个反应无？你妹唔知哦？俺想要弟啊，去用啥有了解对方。妹啊！哎呀妹，做嘛该啊？你要拿牙该啊？然后你天数啊？你冲啊！冲啊！好了，就过来，你去抽点，你抽点，来。哎呦！有牙哦？想做点无？哎，哦。阿妹，你讲哦，你想要记伫用啥？有了解无？不过感情个事情做唔得考试啊，佮用啥之间，要做唔得啊，用称斤论两啊。球员啊，连你写个字哦，佢就认唔出来，表示哦量啥无了解，嗰写30年嘅诗也无路用啊！来讲我伊错。哎呦，迄讲哦，林家友也个细来真情意好啊。俺们公司面唔好，不过林家友哦，佮汉啊有修养，佮脾气汉啊好。哈，你看我无卡个上音嘛，佮哦暗学个什么？林家友脾气哦最好。像因下面来推去讲法。无啦，你做么啊？你看，阿妹本来个家长。哇！阿妹。爱讲哦，讲来辛苦，哎呀，拍脸啊、kiếm妹啊，还有私家钱，本来做家族。哇，那不是看你带过呢？有啊，亚哥结婚的事啊，也就带了的。哎呦，带100哦。伊无喊咩，又无机会好带啊。哎，你听讲，那东西啊。不用做一个三处地杯，提什么头像哦，不用伤害日本的布料，大家就唔对哦。阿妹当生气了，你家老爱讲，俺就敌了呀。俺那讲你敌呀，你是在义工哦，马家就唔对好爱好叫，唉，俺最少的是你哦。那日啦，我发生意外啊！阿妹，我唔准有嘛个意外，呸！莫讲啊！我安乐嘞啊，替你打算啦。人讲人说啊，有事有业有家，最少的就是你。你最唔是少的就是我一下失报，全部卡就失报嘞。还有啊，阿哥阿嫂敢讲啊？可是我喊出啊，我那日啦两脚纯出，人说啊，唔对我本人迄都不卡唔对哦。阿妹，阿嫂佢每样用嘅人啊，佢以后啊，莫人讲佢好冇。人心夹肚皮啊，你老从菜啊，迄眼强个，思维一挺通，我就第二会做乜嘅？人说啊，冇强用哦，有哪个冇强用啦？根本哦，两个人那数字去上哦，挺药挺好嘞。听讲会用茶叶呐，还有个茶虫会开工，你小心哈，穷人没穷款。对了，暗了，你睡冇？哎，看穷人赚了冇？穷人那赚了，那就死了。你对讲。东西啊，不用到地杯，还有啊。阿妹，
你有冇个金啊，有冇个宝贝，你全部讲出来，一摆就好了，安样啊就全部抵了。哦，定系团气。哎呦，阿妹，我能讲翻都定然，讲下个哎呦。你说带凤华吧？我带啦。好啦。我一定要回来找你，我一定要回来找你。紧走。风在天马，感恩老路天桥。